来葬我。在做出这样重大决断的时候，我不能不向乔达摩佛祈求祝福，也不能不听一听甘增喇嘛的意见。对图尔扈特人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。妈妈，今年和明年，对图尔扈特人都是吉祥之年。愿望就像东升的太阳。愿图尔扈特人充满生机，新的愿望就会像初升的太阳那样辉煌。图尔扈特人的道路像生命的阳光位于东方。去吧，这是佛的意志。扎雅，记住这个名字，光明的幸福之路就在你前头。铁虎年冬月的第5个早晨，启明星升起的时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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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铁虎年冬月的第5个早晨，启明星升起的时候。阿姐，要东归了。什么时候？铁虎年冬月的第5个早晨，启明星升起的时候。铁虎年冬月的第5个早晨。对，启明星升起的时候。这一刻终于到来了，消息像涌动的暗流，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口头与心中激荡，整个民族都悄无声息地沸腾了。期待了多久的愿望，在这一刻被统统点亮。图尔扈特人渴望东归，这也是他们对自己的汗王最殷切的期待。舍楞太纪啊，您把这些粮食和武器都带上。这些东西是你们最需要的。以后你们在俄罗斯一切都靠你们自己，没有人能帮助你们。祝愿您能找到一块草场安顿下来。舍楞非常感谢沃巴西汗，如果能早一点遇到您，我一定是您忠实的臣民。啊，可是现在我不能追随您。愿佛爷保佑图尔扈特人回到家乡。请上路吧。保佑沃巴西可汗。出发！走，准备上马，走，来，撤，你带上，快点，撤！我们失去了带我们回家的最好向导。是啊，跟上。
外面吵什么？报告男爵，有一个图尔扈特人一定要见您。什么人？是一位夫人。这夫人说：“白痴，还不快点让他进来！快去！”是。请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对不起，格里高利男爵，我是维拉·顿杜科娃夫人。是您啊？是您在找我吗？对，我在找您。我想告诉你，现在出大事了，图尔扈特蒙古人造反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们拒绝交出300贵族子弟。我巴西，我要让你知道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格里高利男爵，我现在想告诉你，我巴西在组织悄悄的东归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，不能让他得逞。您不是想抓把柄吗？只有那个孩子了。孩子？对。我有部队，就在韩国的周边。您放心，我的儿子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你还有个儿子？对，我有个儿子，而且他是一位优秀的俄罗斯将军。孩子，东归路上难呐，冰天雪地的，那么多的牲畜、老人、孩子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可惜额济老了。额济，我背也要把你背回家，这不是你多年来一直的心愿吗？那阿斯兰呢？额济，你放心，我会让大士敦把他从路上接回来的。好啊，你们父子千万不要分开。好，你去吧。额济也要准备准备，和你一同上路。我巴西，额济，去吧，去吧。他在这里。快！别叫！放开我！别叫！放开我！快点！快点！他跑不远，快去找！快追！快点！快！阿萨赖，凡尼啊！快走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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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追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过来，老太监！站住！停！快把王子抱过来！你来的正好啊！山豹子，还是你干得好！快把王子给我！哎，你们这些图尔扈特人要造反吗？马上把伊凡伯爵送回来，不然，连你们的汗也要倒霉的。你在吓唬小孩子吗？这里没有什么伯爵，只有被劫持的王子。
反正就是那个孩子奉女皇陛下之命，他要到圣彼得堡去。混账！女皇是让你这么卑鄙无耻的偷抢孩子吗？你才卑鄙呢！敢和我1对1的决斗吗？笑话！我舍勒还怕你吗？呀！好呀！哈呀！好！嘿！呀！哈！呀！呀！好！呀！呀！嘿！嘿！呀！哈！呀！嘿！嘿！呀！哈！嘿！嘿！呀！呀！嘿！哈！呀！哈！呀！呀！韩王，公主殿下，您不能过去。薛楞太极，得罪了。男爵阁下发生了这样的意外，我衷心的请求您的宽恕。韩，你不能！莫门徒，你身为先汗的老臣，执掌兵权，怎么能这样糊涂？舍楞初到韩国，不知律令，情有可原。你怎么不加劝止，还要帮着一起胡闹？韩，你这么说，老臣不服啊！怎么这样和我说话？楚不可，把莫门徒拿下，叫扎尔固照先汗法典严加惩处。把某门徒带下去。是。走。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沃巴西，今天你的人冲入军营，行凶抢人，完全无视俄罗斯的尊严，知道吗？你这是严重的暴乱行为。可不是你随便说2句道歉的话就可以收场的。男爵，薛楞台吉可是您带来的人。哼，反正你们都是一样的。那个家伙是反复无常的小人，更加可恶。你，沙楞！哼，沃巴西，我问你，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你如何向女皇陛下交代呀？男爵阁下，请等一等。阿萨赖，傅寒，我在这里。公主殿下，我把阿萨赖交给您了。韩王，你这是……男爵阁下，拜托您立即护送娜塔莉亚公主和伊凡伊里奇伯爵启程去圣彼得堡，面见女皇陛下。韩王，我没有听错吧？没错，这确实是我说的。韩王，你不能这样！韩王34，听着，作为你们的韩王，我有权做出这个决定。沃巴西，这是你和韩国的决定吗？公主殿下，如果你认为我已经辜负了陛下的恩宠和信任，我愿诚心的为此向女皇谢罪。当我向娜塔莉亚跪下去的那一刻，心中想的是整个东归的成败，必须忍受眼前的屈辱，以假象来迷惑俄国人。没想到，这个举动却让我的族人产生了误解。殿下，
请您代为恳求陛下，再给我巴西一个机会，让他重返前线，为俄罗斯而战。我懂了，我答应。啊，太极，辛苦了。我们摧毁了韩国境内的所有俄罗斯军营，好极了。现在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韩王失去了所有的延迟东归时间的理由，这2天他必须做出决断，马上起事，或者放弃韩魏。俄国人很快就会知道图尔扈特人的起事，东归行动已经不可更改。约纳斯图和达什顿现在不在韩国，我们大约有5个乌鲁斯扎营在王庭周围，完全能控制局势。那就这样，我们再给韩王2天时间。如果他2天之内仍不做出东归的决断，我们就立即夺取韩权，带领图尔扈特人踏上回归的路程。没问题的。韩王刚刚得到正式册封，威望还没有到一言九鼎的程度，他必须得到大多数贵族的支持，才能坐稳韩魏。而贵族们呢，现在已经急不可待的想回到故乡去了。现在韩王最担心的是韩后的身体，你知道吗？我真为韩王难过呀。如果是因为韩后让图尔扈特人遭受了痛苦，韩王是全体图尔扈特人利益的代表，韩后和韩国哪个重要？让他自己选择吧。人们会依照韩王选择的结果做出自己的判断，是需要一个韩王，还是一个丈夫？说出你们的请求吧。我的韩，为了韩国的利益，为了您的光芒永存，请答应我们最诚挚的请求，不能把王子阿瑟莱交还给俄国人，让神收回他的生命，以绝威胁韩国的隐患。这不可，阿瑟莱还是一个孩子。你们这些人跪在韩庭，请求一个孩子去死，说这样的话不觉得残忍吗？不，我的韩，我说出这种话正是为了韩国的利益。把阿瑟莱培养成一个东正教徒，是俄国人企图颠覆韩国的阴谋。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只要他们需要，阿瑟莱随时会取代您。我的韩，在东归生死攸关的时刻，为了韩国的生存，图尔扈特人不得不牺牲他们的王子。这就是你们贵族们的一致请求？阿萨莱的血管里仍然流淌着蒙古族人的血液，请相信你们的韩王，阿萨莱不会永远迷失，他的灵魂最终会回归图尔扈特蒙古。难道策布克所说的是你们共同的愿望吗？是。是扎尔固的决议。我是扎尔固主席，扎尔固全体成员今天都在这儿。这不是我想做出的决定，却又是不得不做出的决定。一边是整个图尔扈特人的未来，一边是亲生孩子的命运。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决定，都会让我的心滴血。带阿萨赖。
寒，谁叫我是一个寒呢？我只能忍痛做出这样一个前途莫测的决定。阿萨莱就在你们的面前，如果你们不相信你们的汗，就自行处决他吧。傅寒，你不能走！泽伯哥，你是我的哥哥。傅寒，尊贵的韩王，这就是你的决定？泽伯哥，救救我！救救我呀！托尔扈特的贵族们，睁开眼睛看看，这个把亲生儿子放在你们刀尖上的人，难道不是你们的韩王吗？如果父亲把刀扎进儿子的身体，那殷红的鲜血将从父亲的心脏流出，你们想过吗？上帝呀！托尔扈特人如果这样无视自己韩王的权威和感情，他们注定永远不会有战胜别人的可能。走开，俄国人！我们不需要你们和你们的上帝，这是韩国自己的事情。对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又不差你管。好。可是你们也别忘了，伊凡伊利伊奇公爵，他不仅仅是你们韩国的王子，更重要的，他还是俄国女皇陛下的教子。所以，你们韩国任何人都无权处置他。在这里，我警告你们，杀了他就是向俄国宣战，女皇将动用整个俄罗斯的力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用你们的血来祭奠他教子的亡灵。这是他说的对的事情，不要给人管！处死这个俄国女人！住手！莫门图，莫门图，我再一次宽恕你，是因为你又一次借用了别人的脑子。把你的刀收起，下去。还等什么？用阿萨赖的血，不是要平息你们心中的仇恨吗？韩王，您不能这样，您发过誓。妈妈，救救我！妈妈，救救我！策不可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阿萨莱和你可是同一血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手足相残呢？为什么？是俄罗斯教育让你有这样残忍的想法吗？怕是在你代表民意的背后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吧？说呀！不，这是扎尔古。住口！
住手！贵族们，我们这是怎么了？都昏了头了！站在我们面前的，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可汗吗？难道连韩王都不相信，我们还能相信谁呢？难道我们还要逼死韩吗？好，带韩后下去休息。我们走。特伯克，该清醒了。事实上，韩国并不能确定阿萨赖的未来，阿萨赖的命运掌握在俄国人的手中。妈妈，阿萨赖的去留要经过扎尔固的最后决议，不能只有你主席一人决断。你等不及了吗？妈妈，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韩王的地位和韩国全体部族的利益。我相信你对韩王的忠诚，佛祖会明辨是非，宽恕你的所为。回去好好想想吧。策伯克一直没有放弃对韩魏的觊觎。阿萨赖的存在对他的企图是严重的威胁，而阿萨赖的表现确实引起了韩国的不安。我没有理由反驳贵族们对阿萨赖的指控。策伯克会随时抓住阿萨赖的过失，除掉他。我巴西，自你的韩父去世后，韩魏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止。当俄国把韩魏的权力交到你手中的时候，韩魏的争夺仍然在暗中进行着。因为您的韩魏并不稳定，俄国人只封您为韩国的代理可汗，让策伯克觉得还有夺走韩魏的可能。其实这是俄国人的阴谋。韩国内部如果因为争夺韩魏发生动乱，那么俄国人就有足够的理由确立阿萨赖为托尔扈特的正式韩王。我绝不会让俄罗斯化的阿萨赖继承汗位。汗，我知道您很难。在东归的计划中，策伯克和莫门图又是我最坚定的同盟，所以我不能。我明白，为了图尔扈特的最后生存，绝不能因为阿萨赖毁了韩国至高无上的利益。汗，你必须谨慎行事，否则会引起两个方面的攻击：俄国人和韩国内部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让韩国分裂。韩国的分裂等于灭亡。您准备怎么处理目前的难题？如果扣押阿萨赖，这等于是提供给俄罗斯人攻击韩国的理由。也许这正是女皇所期待的。交还阿萨赖，可能为韩国的东归争取到最后的机会。妈妈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一旦东归成型，图尔扈特人就脱离了俄国，阿萨赖对俄国的价值就荡然无存。您知道交还阿萨赖对他和您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将失去我唯一的儿子。按您的意志去行事吧，但必须获得图尔扈特人民对您最大的信任和拥护。汗，我会为您提供有效的帮助。
你要把儿子送走吗？是的。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我只能这么做。如果不提前送走阿瑟莱，贵族的300个孩子就要一同前往圣彼得堡，东归计划也会被打乱。汉，你一定要把图尔扈特人带回去吗？可我们的孩子要永远的失去父母了，他真的不能和你一起回家，回到东方去吗？我会派大士敦前往去彼得堡的路上营救他。你放心，大士敦会好好保护咱们的阿瑟莱的。圣母玛利亚，保佑我多灾多难的儿子吧。我盼望着你的病情能够得到好转，能够经受住东归路途的颠簸。你和阿瑟莱，我一个也不愿意丢下。可是我会的，我不能丢下你。漫漫东归路，只怕我要拖累你的。如果我不能和你同行，你能回到目的地吗？那迢迢几千里，我为你担心呢。你的使命是无法改变的，汉。生下来就是为了把图尔扈特人带回故乡，这是我们祖辈几代人的梦想。今天要你来完成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们征战的历史，漂泊的生活，图尔扈特人已经不想延续下去了。我们祖祖辈辈尝够了那种滋味。回家，回到属于我们的土地上生活。即使有的人在东归路上倒下回不去，活着的人也会接着走下去的，叫下一代人得到自由，结束图尔扈特人漂流和征战的历史。如果是汗腾格里要我来完成，我会死而无憾。你的心是脆弱的，汗。你不敢面对阿塞兰和我，所以迟迟不能启程东归，是因为我和孩子叫你举棋不定。可是现在韩国是动荡时刻，你该清醒了，没有遥遥无期的等待。当你做出送走孩子的那一刻，我知道你的心已定。告诉我时辰，让我们一起走。杨姐，我不是一个好父亲，也不是一个好丈夫。每一天越是临近，我的心里就越发不由自主的害怕。你呢？我害怕，我怕失去你。你的生命不属于我，我的汗。我和你一样，
东归越临近，心中就越害怕。万一我不能和你同行，别这么说，就是背你走，也要把你背过高山、沙漠、沼泽，我们一起回到天山脚下。相信我，汉。在东归路上，托尔扈特人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就像你说的，灵魂会回到自由的天堂。可你不是自由的。当你把部族百姓引领着踏上征途的那一刻，你就会丢下我和孩子，这就是命运。杨锦，扛过这个冬日。明天我要到阿斯特拉罕取回最后一批军火，我们就启程。你去吧，我要和孩子告别。我再说一遍，我要你好好保护我们的孩子。你是发过誓的，你答应我的。是，我发过誓，汗腾格里会保佑你。一定保护好孩子，不要对不起孩子。阿萨莱，妈妈，你看，这是将军。这是马，我长大了要当将军。我就要走了，给我讲个故事吧，关于鹿的故事。那你现在就给我讲吧。